台湾历史博物馆最近有一个特点，展示历任总统办国宴的菜单，各国宝的总统赛宝贝梅的食谱笔记，希望透过食食讲出无共时代生活记忆甲文化底蕴。金黄色一粒一粒的扬州炒饭，看起来真好食款。这料理拢是蒋中正总统时期的国宴菜单之一。七公尺长的长刀啊，展示历任总统的国宴菜单，见证中华料理转变做台湾点心的过程，嘛反映各时期对外交的形象。这张台湾饮食记忆特点，由台湾历史博物馆结合国家文化记忆库，甲馆藏文物所规划。这回嘛头一摆展出料理界的高人鲍贝梅用手写的食谱。特别展出傅培梅老师生前，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努力跟用功的人。那我们可以在那个现场可以看到他的日文笔记，然后也可以看到他的英文笔记本。所以今天在展场里面会看到，就是他后来集结出版了这个英文的相关食谱。特定以15组饮食记忆关键词做主题，亲像柑仔店传统市场，佮有社运街头的饮食文化。展览嘛搭配影像甲声音，要让观众通更加深入了解咱这块土地的台湾民乡。在民主运动过程中，其实有非常多的产生很多事，比如说像那个民主香肠，或者是太阳花学运时候的一些太阳笔的一些插曲的故事。其实那个原件现在都展在我们馆，所以我们也是特地把它再拿出来展出。为历史的角度，过去甲今嘛，尤其是日本时代甲战后，即大家这个饮食这方面有什么款的变化？甲无共款的族群来到台湾，安怎伫这个倒数顶头，大家安怎透过饮食这部分来互相来交流。除了生活场合，伫信仰文化部分嘛真有看头。亲像这只大只骨的牛毛，佮有硬糖台的模型等传统文物，拢显示食材甲信仰之间的连结。官方讲，透过这摆展览，要互大家进一步思考，食品唔单单是食的尔，更加重要的是看连人情、文化甲信仰，互人看见咱这块土地的精美甲地址。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。